上百件陶器出窑了，立刻开始分门别类做检查，都是被委托定制的，要确保交货无虞。我们现在就设计很多客家元素的一些生活陶，所以你看到的这整窑都是苗栗地区客家餐厅他们所定的。有客制化订单是李景明花了好几年光阴，逐一拜访餐厅民宿争取来的。爷爷父亲那时主要制作的酒瓮、水缸早已没有市场，传承到他第3代，不想放弃陶艺这个家族命脉，不得不跟上趋势。怎么水缸变成一个比较观赏性的、实用性的去设计，现在我们可以用的。缩小水缸镂空变成客家特色的灯，可以取暖的客家火炉，还有茶盘、花器或是融入庭园造景的陶器，用实用性来换回民众的钟情。100年历史的窑厂不能避免的也转型观光工厂，但李景明并不想让手艺只沦为表演项目。我们金龙窑原则上还是把持这个原则，就是整个动态的窑厂就是生产的。苗栗的陶艺发展上百年，是世界最早瓦斯窑的发源地。瓦斯窑方便大量生产，但不少陶艺家钟爱柴烧，形成自然落灰，让陶的美更添变化多端。李景明因此特别打造柴烧窑，规模虽然比较小，却深化传统窑厂的精髓，也保留与同好切磋创作的热情。接家事业，那些接家精神接家事业，那接家精神，传承事业也传承精神，多方面尝试让窑厂走出新的生存之路。李景明想要证明，不放弃就能做到。陪他一起成长的陶土，在手中将会有更美、更丰富的面貌。尽量就是把这个技术能够承传下去不要说走入历史、走入什么休闲观光还是这个产业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。顺应潮流，转型观光工厂，李景明坚持不放弃开拓生产线，唯有如此，传统窑业才能留住命脉。接家事业，美接家精神；接家事业，美接家精神。